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心裏充滿希望。今日嘅經文係羅馬書15章13節，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加速聖靈的能力，太有盼望。小故事講到，有4條蠟燭慢慢嘅燒緊。第一條蠟燭講，我喊作和平，但係見那已經冇人愛我來照亮啦。講晒之後，和平嘅燭光慢慢嘅變弱，最後就熄滅去。第二條蠟燭講，我喊作信心，但係見那我已經變到越來越唔重要啦。講晒之後，信心嘅燭光慢慢嘅變弱，最後終於熄滅去。第3條蠟燭好難過嘅講，我喊作愛，而我已經冇力氣繼續燃燒啦。人把我忽略，也唔了解我嘅重要，佢就甚至忘記去愛最親近嘅人。過去冇結局，愛就完全熄滅去。忽然間有一隻細路哥就落房間，發現3條蠟燭都熄滅去，佢好難過嘅叫起來，我哋做乜計都唔燃燒去，我哋應該照亮，我哋切到最後啊！呢隻時候，第4條蠟燭溫柔嘅對細路哥講，唔愛狂，我喊咗希望，只愛我喊燃燒緊，我哋就能夠再點出其他3條蠟燭。細路哥嘅眼閃起光芒，減起希望嘅蠟燭，點亮去其他3條蠟燭。我哋一齊嚟默想，永遠冇讓希望嘅燭光從人嘅生命中消失，只愛有希望，無論事情有幾糟糕，和平、信心、愛就會照亮緊我哋嘅生命。我哋一齊嚟禱告，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偉大嘅愛，將我哋從罪惡中救贖出來，求你加添我哋信心，使我哋完全信靠順服你嘅旨意，賜俾我哋愛心、和平嘅心，能夠愛人、愛自家，人建立美好嘅關係。求你希望嘅講，一切點亮我哋嘅心，使我哋在信仰上剛強堅持到生命嘅末了。我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重溫今日嘅經文，羅馬書15章13節，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加速聖靈的能力，太有盼望。